这个中国吼，的癌细胞吼，分布于全台湾啊。那像讲你规身躯吼，拢规癌细胞吼，有无科长嘛拢因的，啊是从证明代表啥物拢规个因的。10当后吼，伊真正训练才成啊，讲你转来，拢去做这个工作吼。这对台湾的安全的威胁何等的大！啊，即马转来吼，伊要甲你考证照，甲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。证照的种医生啦、律师啦、会计师这证照。阮是台湾人，阮有身份证台湾国的国民国籍，你就承认中国学历。是安怎？我袂使去考，交其他的台湾的学生去考证照，你若讲写去考证照，不得了，规个拢乱了了。咱即马台湾哦，医学院、律师啦，啥物吼，即个教育部拢大概有咧统管，跟他就讲毋通 excessive， 国家呢，足侪人的吼，即个人出来都无咧找头路吼。但是即马你去中国去受这个啥物律师、医师啥物这吼，这是未按咱教育部的能力通去控制的呢。从即马，这个医学院哦，是台湾人仔去中国读医学院的，已经毕业的有1万个啦。咱台湾的医生偌济，才3万个。即马读汉医的吼。比咱即马读出业啊，比咱即马汉医的台湾的总人数搁较济啦。所以若种会当考证照哦，去1万个中医甲伊遐摕1万个西医甲几60万中，拢总要转来，拢总要开业。你这台湾哦，这个医疗的这个系统，规个拢打乱。你会去大概几个月前？这个教育部考虑要承认，这个波兰台湾囡仔去波兰读医学院的这学生吼，这台医学院学生甲足侪其他学校拢出来抗议，讲这波兰迄个100几个人尔，讲这波兰这医学院哦，讲凊彩安尼去着，就要转来遮考证照，交阮竞争吼，阮伫台湾读到要死状态吼，就恁这波兰你爱转来，交阮抢无碗，所以因出去游行。但是即马承认中国学历哦，毋是100几个呢，是几万个人会转来吼。所以遮吼，规个拢台湾这专业人员遮吼，规个拢打乱。若毋是找无头路，就是薪水会减少。所以，从讲恁即马吼，真难得像讲成功大学，这是真好的学校，恁真fortunate，会当入来这间学校，按部就班读出业，按部就。